過去幾年，我哋聽到咗太多關於結業嘅消息，由大型連鎖影院到街頭巷尾嘅便利超市，由伴隨幾代人嘅百貨公司到巷仔入邊嘅茶餐廳。最近呢段時間，呢種離別嘅氛圍似乎變得更加濃厚。呢一輪嘅結業名單入邊出現咗幾個令香港人感到零舍沉重嘅名字，其中有經營咗44年嘅連鎖茶餐廳，有陪伴80後、90後成長嘅甜品店，甚至仲有屹立中環100年嘅涼茶鋪。對於好多居住喺新界同九龍嘅居民嚟講，金裝燉奶佬呢個名字並唔陌生。佢唔係嗰種高不可攀嘅高級餐廳，亦都唔係嗰種只有遊客先去嘅打卡點，佢更似係街坊鄰里嘅大眾食堂。然而呢個陪伴咗香港人44年嘅品牌即將畫上句號。回溯到1981年嗰陣時嘅香港經濟正處於騰飛嘅前夜，燉奶佬最初喺旺角西洋菜街開業嗰陣，只係一間主打甜品嘅小店。嗰陣時佢哋嘅招牌就係燉奶同各類糖水，憑住食材新鮮同地道嘅口味，佢喺競爭激烈嘅旺角企穩咗腳步。隨住時間推移，單純賣甜品已經唔能夠滿足市場嘅需求，品牌開始轉型，逐漸加入咗麵食、飯類同小菜，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全品類嘅港式茶餐廳集團。喺全盛時期，金裝燉奶佬喺全港擁有24間分店，無論係住喺港島、九龍定係新界，甚至係一啲比較偏遠嘅住宅區，都能夠見到佢黃紅相間嘅招牌。對於好多港人嚟講，呢度唔單止係食飯嘅地方，亦都係記憶嘅載體。學生時代嘅午餐，返工族嘅快速晚飯，一家大細嘅週末聚餐，好多人都喺呢度留低過身影。鋪頭入邊嘅招牌菜，例如燉奶、西米露、腐竹雞蛋糖水，以及後來推出嘅各類鐵板扒餐，都曾係唔少人嘅心頭好。衰退嘅跡象喺前幾年就已經顯現，隨住市場環境嘅改變，分店一間接一間咁關閉，直到舊年底，位於天水圍嘅門市結束營業後，成個品牌喺香港只係剩翻位於美孚嘅最後一間分店。當時唔少老顧客咧，仲寄希望於呢間美孚店可以繼續撐落去，保留住呢份老味道。但係現實係殘酷嘅，唔到半年時間，呢個最後嘅據點都守唔住啦。近日美孚分店門外貼出咗一張告示，告示嘅內容好直白，冇煽情，只係陳述咗事實。由於租約期滿，餐廳將營業至2025年5月29號。告示嘅最後，店家寫道：感謝街坊1981年至今44年支持。呢個意味着5月29號之後，香港街頭將再冇金裝燉奶佬。對於呢間老牌餐廳嘅結業，原因並冇太多懸念，佢幾乎集齊咗當前香港餐飲業面臨嘅所有挑戰。首先係成本嘅劇增。近年嚟，香港餐飲業嘅食材成本飆升咗近40%，呢個係一個非常驚人嘅數字。對於走大眾親民路線嘅茶餐廳嚟講，每一分錢嘅成本上漲都直接壓縮咗利潤空間。其次咧係消費習慣嘅改變。通關之後，大量嘅香港市民選擇喺週末同公眾假期北上消費。深圳、珠海等地嘅餐飲價格更低，服務選擇更多。呢個直接導致咗香港本地餐廳晚市嘅冷清。此外，人手短缺同高昂嘅租金始終係懸喺香港餐飲業頭上嘅兩把利劍。雖然品牌亦都曾嘗試過創新，例如推出包裝零食產品，試圖開拓新嘅收入來源，但喺巨大嘅營運壓力面前，呢啲嘗試似乎顯得杯水車薪。喺得知結業消息後，網絡上嘅聲音呈現出明顯嘅兩極分化。一部分老顧客感到可惜，佢哋回憶起童年時父母帶自己去食燉奶嘅情景，感嘆童年回憶又少咗一個。有人覺得雖然佢唔係頂級美味，但勝在價格實惠，尤其是鐵板牛扒餐係好多打工仔嘅經濟選擇。
但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市民認為結業係市場篩選嘅自然結果。近年嚟，唔少食客反映嗰個品牌嘅出品水準喺度不斷下滑。有人直言而家嘅味道同以前冇得比，亦有人抱怨服務態度同上菜速度，每次都要等好耐。喺競爭激烈嘅香港餐飲界，如果冇法保持質量，被淘汰似乎亦都係一種必然。無論評價點樣，一間經營咗44年嘅連鎖品牌徹底消失，都係香港飲食版圖上嘅一次重大變動。如果話金裝燉奶佬嘅離去係大眾食堂嘅謝幕，咁樣沛公甜品嘅結業則令特定嘅甜品愛好者群體感到失落。沛公甜品嘅歷史雖然冇燉奶佬咁悠久，但係都行過咗18個年頭。佢創立於2008年，首店設喺荃灣。喺嗰個年代，榴蓮喺香港仲屬於一種相對小眾或者係愛憎分明嘅生果，並冇好似今日咁普及。沛公甜品大膽咁選擇咗專攻榴蓮市場，將綿密嘅榴蓮肉融入西式甜品入邊。佢哋推出嘅榴蓮千層班戟喺當時可以話係一炮而紅，層層疊疊嘅班戟皮夾住濃郁嘅榴蓮肉，呢種做法迅速贏得咗食客嘅喜愛。喺嗰個社交媒體剛剛興起嘅年代，佢成為咗唔少年輕人必食嘅網紅甜品。可以毫不誇張咁講，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佢哋人生中第一次嘗試榴蓮甜品就係由沛公開始嘅。喺品牌發展嘅巔峰期，沛公甜品曾走出荃灣，喺尖沙咀、旺角、銅鑼灣等核心商業區開設分店。嗰排係佢最風光嘅日子。然而，甜品市場嘅風向變化極快，競爭亦都異常慘烈。後來品牌逐漸收縮戰線，甚至一度轉為只做短期嘅快閃店模式。最終佢又翻到去起點，只保留咗荃灣呢一間總店。但呢個最後嘅陣地亦都未能守住。結業嘅消息嚟得非常突然，冇大型嘅新聞發佈，亦都冇鋪天蓋地嘅廣告。店主只係喺門口貼咗一張手寫嘅告示：沛公要結業，做到22號要走啦。多謝各位街坊18年嘅支持，多謝是。呢幾行字寫得唔係好工整，甚至有啲隨意，但卻透住一種屬於香港街坊小店嘅真實與無奈。呢個消息喺社交網絡上傳開後，唔少熟客表示震驚。有人用世界末日嚟形容自己得知心愛小店倒閉時嘅心情。呢個雖然聽落有啲誇張，但足以睇出呢間店喺佢哋心目中嘅地位。一位老顧客寫道：呢度嘅曲奇千層蛋糕喺佢心目中係冇替代品嘅存在。喺結業前嘅最後幾日，唔少人專程趕到荃灣，有啲為咗買最後一塊蛋糕，有啲只係為咗喺門口影翻張相，作為對呢18年時光嘅告別。如果前兩者嘅結業令人感到可惜，咁樣春回堂藥行嘅間門則令人感到一種對傳統文化流失嘅驚愕。呢個係一間真正嘅百年老店。春回堂藥行位於中環國倫街，對於好多喺中環返工嘅白領或者居住喺半山嘅街坊嚟講，呢間店係佢哋生活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春回堂嘅歷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。至今已有約110年歷史。最早嘅時候，佢只係林氏家族第一代人喺街邊用木頭車推住賣涼茶嘅攤檔。後來搬入店鋪，除咗賣涼茶，亦都兼營中藥材。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邊，春回堂係中環嘅一個地標。香港嘅夏天漫長而濕熱，啲人習慣喺路過涼茶鋪嗰陣花幾蚊雞，企喺度飲一碗黑樁樁苦到皺眉嘅涼茶，或者一杯清潤嘅五花茶。呢個已經成為咗香港生活文化嘅一部分。春回堂嘅結業同前面提到嘅兩間餐飲店有所不同，佢唔單止係因為經營困難，更多咗一層商業資產運作嘅考量。店主喺結業告示入邊寫道：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經過考慮之後，決定結束營運。並表示有幸能夠成為中環嘅一個地標。隨後，嗰塊掛咗多年嘅金漆招牌被拆低，
雖然由商業角度睇，呢個係一次成功嘅資產變現，但由文化角度睇，呢個卻係香港傳統涼茶文化嘅又一次損失。隨住春回堂嘅離場，目前香港仲喺度營業嘅百年涼茶店已經屈指可數，大概只係剩翻1904年開業嘅公和堂等寥寥幾間。對於年輕一代嚟講，便利店入邊嘅樽裝嘢飲隨手可得，傳統涼茶鋪嗰種苦口良藥嘅體驗，似乎正喺度逐漸由日常生活中淡出。短短幾個月內，無論係44年嘅連鎖餐廳、18年嘅甜品名店，定係110年嘅涼茶老店，都先後宣布告別。呢個唔單止係幾間店鋪嘅倒閉，而係香港餐飲同零售業正喺度經歷劇烈調整嘅縮影。呢啲結業潮嘅背後有住複雜嘅經濟邏輯，高昂嘅租金與人力成本、市民消費模式向北轉移，以及傳統經營模式同現代快節奏生活嘅脫節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呢啲店鋪嘅消失帶走嘅唔單止係食物嘅味道，仲有依附喺呢啲空間入邊嘅個人記憶同社區情感。我哋可惜嗰碗燉奶嘅香甜，懷念嗰塊千層蛋糕嘅口感，亦都掛住嗰杯涼茶嘅回甘。畢竟等到嗰張結業通知貼出嚟嘅時候，一切挽留都已經嚟唔切。